蜘蛛之死。释迦牟尼佛徛伫极乐世界的莲花池边，恬恬仔伫底看这一切的头尾经过，但无偌久，伫剑刀刀亲像石头沉入火池底了后，佛陀面上带着悲伤的表情，搁开始伊的散步。因为想要干焦家己一个人对地狱走出来的无慈悲的心思，受到家己心思同款的报应。落倒转去原来的地狱，伫释迦牟尼佛的慧眼来看，大概伫底想这个也可怜但也是了然的代志。毋过，极乐世界莲花池内的莲花，对所发生的一切，拢无去管伊。遐个亲像菊仔的白花，伫释迦牟尼佛的骹边，连带的花叶仔摇咧摇咧。对花心的金色花蕊，不时飘散出无法形容的香味到四周围。极乐世界大概是底要到中道的款，